没么在讲没不客家，侬客家方面话，汉语面的当中侬客家方面话，也讲中北没波，骆驼春节新表，初九红黑不在面，别听红的歌，也这样子。N 杠词中波没波骆驼春节新表，骆驼春节新表，狗红黑。初九红黑不在面别听我的歌，不在面别听红的歌，N 杠中波没波骆驼春节新笔新笔初九红黑不在面M 杠词，我有讲词，波没波，骆驼开门，骆驼春节穿过了什么呢？新boy，穿过那个鼻子的，就是那个一个木头穿过那个骆驼的鼻子，那个东西。新boy，初九红黑不在面，别听红的歌。他就是这个骆驼穿过那个鼻子的，就比那发财人呢更容易进天王的国。初九红黑容易，红黑不在面发财人。讲中波没波，骆驼春节新boy。初九红黑不在面，别听红的歌。这个比较难，新就是真，新boy真鼻就是鼻子真，就是个木头穿那个骆驼那个鼻子，穿了它就听话了呀。听话的人就能够去听红的歌。
有面，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。时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影响幸福平安。海来牛牛渤海。